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好运动时间来了，来做运动好嘛？大家放起来好嘛？唔坐到地里好。好，玉梅老师贴片呢，为安尼客家电视台为大家乡亲朋友设计一个很多安尼瑜伽健康操，哈，简单哦，最简单，啊，最友好，最动友好，好。大家听啊，放起来，向下做哈，本来偏一摆好嘛，偏一摆就好，向下做运动，讲简单，唔会动脚，唔会本上去接唔到下去，哈。因为老师来带大家来做瑜伽健康操哦，你讲谈到瑜伽两件事，就唔会踢脚啊，唔会你走，本上去接唔到下去哈。好，故说人家起点呢，有手嘛，有脚，平常唔要一行路咩，你的脚动起来，个踏数呢，会刺激人的末梢神经。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好，做些踏数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要有秘诀呢，有秘密呢，数些哈，刺激到人的手的末梢神经，打开来些扩胸，好，人的胸脯打开来，就唔系弯腰驼背，好，你脚卡起来些，你看玉梅老师脚卡起来些，肚子吐气，数起来，有冇？脚卡起来，你看按键难卡起来，你这样可是哈，慢慢的发大，哈，才放起来，卡脚起哈，你做点按摩度，来到人的穴位。来到人的穴位镜头，个人的坐骨神经，个肚式按摩度。故说你看哈，一个踏数，一个卡脚，按简单又按有效。故说我同乡亲朋友讲，把英语老师偏一摆，偏来做健康操，哈，重复哦，重复。大摆行路还没人洗步诶，好，现在啊，再来行洗步诶，好，你做运动些呢，你脚卡起来。好，变到较高起的呢，你就会按摩到那个触及到那个淋巴系统、腹部神经丛。一个健康操可以按简单的做，就按有效。好，能够重来啊哈。好，踏数打开来，踏数打开来，踏数打开来，打开来是扩胸没？有冇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乡亲朋友，你来做些你是懂快乐咩？做健康操哦。玉梅老师讲，健康操来了，大家跟我来做咯。懂快乐哦，做按简单哦，脚抬起来，手搭起来，脚抬起来，手搭起来，大家有跟我做嘛？好，做按呢，按简单。好，也系体直动作，体直动作呢，脚打开来。好，安尼手啊，做到咧向胸廓开些，安尼转穴位。好，转穴位，手叉腰，好，各位之前有同乡亲朋友大家讲过哈，分享过，那个脚哈，脚趾你看哈，踮脚哈，人家脚趾系刺激脑部诶，你接踮脚哈，你那个脑筋较会清楚啊，他唔会老人痴呆啊，他会脑筋清楚。那个出家师傅诶，仁波切啦哈，出家师傅迄佢懂。世界有名的国宝级的针灸老师，好，针灸医生、中医生。故说呢，其他人讲做拜拜的大礼拜，个踮脚，好，对老人家、对所有的个脑部的刺激动好。故说我孙五的有嘛哈，孙五的3岁天天，佢吼从细我就看到佢吼脚安尼。奶奶，阿婆，安尼喊啦，奶奶，就踮脚啊，这是哦，懂有意思呢。所以呢哈，细的个哈，到妈妈肚子上就开始做瑜伽，出来些哈，这个能力很有嘛，其实很记得讲，内江米，都太些老些哈，已经唔记得内江米很用的呢，咩磨脚咩磨力，好，故说呢，也只通常呢去教大家内江米转穴位，好，内江米转穴位。有冇？内江米转穴位，好，有冇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看到吗？好，你看哈，也看我做脚，内江米做脚，
好，转叶尾，转叶尾，转过来，迄咩叶尾转到诶，叶尾转到诶，有嘛？安尼转叶尾，转来，转叶尾，转来，转叶尾，转来，转叶尾，好，要是转到了，是用健康操的方式，好，转叶尾，转来，转叶尾，转腰，转肩，脚踝，你看那脚趾头，哈，脚踝、膝盖、亚髋关节、叶尾全部转到诶。好，故说你看下，各做个10度啊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叶尾转好去，那加速了哈，转到左边输出去，出拳，好，好，出拳转去，好，转来，好，个转来叶尾转哦，转来，出拳，好，出去，叶尾转过来，个加速的动作。我说，本来总爱做叶尾听听的哈，人家加出拳哈，速出去哈，做到规身的速个脚的做到。好，开始了哈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连起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吐气。好，数正来，好，吐气一下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也是第2的动作，加数字第3的动作。好，第1的是拍手、踏步。好，第2的动作转腰，第3的出拳。好，第4的动作来了，同第1的动作。有类似，不过加上数哈，数拿起来，来到牙1下08，哈，吐气的时候数扩胸，好，数夹等的胸脯，好，扩胸，好，加上抬腿，有嘛？伸，好，数卡出去呢，数字来开来，好，数字来开来，好，来下来，吐，一咻，有嘛？打开来，好，不用轻松，过来，好，安尼，数先哈，数安尼，1、2、3，有冇？看下主要安尼，肌肉，好，规个，安尼，挺胸，莫安尼，听咯，安尼哈，唔得安尼，唔只数夹等呀1下08，好，夹等，过来开来，数存出来，过来开来。好，個數存出來，個嚟佢嚟，好，個腳卡過來，好，向下來了哈，向下來，數拿起來，好，數拿起來哈，1，係，2，係，3，係，4，係，5，係，6，係，7，好，8，好，9，好，10，好。有冇？安尼迄咩精神能量是来，你做一下子流汗的能量是上来。好，一下因为老师重复做啊哈，同样啊哈，调脚安尼，可以发出声音，把人家浊气啊，把人家负面的情绪，好安尼，然后给释放出来，没做对了哈，耶，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轻松。好，也是第4个动作，好，第4个动作，好，加一个动作哈，脚好数好舞蹈式，安尼，你脚安尼，大豆，安尼，好，安尼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就会知道，整个来，开来，脚咩向样，好，来起来。好，慢慢的，也慢动作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来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安尼吐气，来起来，有冇？快动作的时候，你看，大动作，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玉美老师从最开始走一遍哈，开始了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打开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踏步踩踩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跳舞时间，1、2、3，快乐时间，好。乡亲朋友，也做黑玉美老师的健康操，瑜伽健康操，好，做完，用短短的时间，哈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改头吸气过胸，感恩天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好，感谢所有的菩萨，感谢身边的人，好，吐气，好，慢慢不用享受。好，再来，乡亲朋友，聊一下，慢慢的做深呼吸，调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不用放松一下。